在繁華的東海市，豪門蘇家招了個上門女婿，名叫齊雲。此人整日無所事事，除了買菜做飯，就是打掃衛生，活脫脫一個家庭主婦。蘇家上上下下，從岳母到小兒子，沒一個看得起他。特別是蘇家大小姐蘇沐雪，東海市商界有名的純潔美人，年紀輕輕就掌管家族企業。她對齊雲這個丈夫，那叫一個嫌棄啊！結婚3年，連手都沒讓碰過。東海市蘇氏集團總部會議室裏氣氛凝重，所有高管都低着頭，不敢直視主位上那位美人。蘇氏集團總裁蘇沐雪，周氏集團突然終止所有合作，銀行催貸，股價暴跌，你們就給我這樣的答案？蘇沐雪聲音冰冷，手指敲擊着桌面上的財務報表。財務總監擦了擦汗，蘇總，周世坤放話了，除非你答應他的條件，否則做夢。蘇沐雪猛地站起，我就是把公司關了，也不會嫁給那個老色鬼。會議室門被輕輕推開，一個穿着樸素的男人端着保溫杯走了進來。沐雪，喝點菊花茶，降降火。齊雲微笑着將杯子放在妻子面前。誰讓你進來的？蘇沐雪怒目而視，這是公司高層會議，你一個閒雜人等有什麼資格進來？高管們竊竊私語，眼中滿是鄙夷。就是一個吃軟飯的，真當自己是蘇家人了。要不是老爺子臨終前非要招他入罪，蘇總怎麼會？齊雲面不改色，依舊溫和地笑着。我看你昨晚有熬夜了，這樣對身體不好。滾出去！蘇沐雪找起文件夾砸向齊雲，齊雲輕鬆接住，輕輕放回桌上。別生氣，我這就走。轉身離開時，他的目光掃過財務報表上的數字，眼中閃過一絲銳利的光芒。當晚，蘇家別墅。媽，你別生氣了，喝點湯。齊雲端着一碗熱氣騰騰的雞湯，恭敬地站在岳母林淑芬面前。喝什麼喝？林淑芬一把打翻湯碗，都是你這個喪門星。自從你進了蘇家，我們就沒一天好日子過。現在公司要垮了，你滿意了？滾燙的湯汁濺在齊雲手上，他眉頭都沒皺一下。媽，蘇沐雪從樓上走下來，公司的事跟他沒關係。怎麼沒關係？林淑芬尖聲道。要是你嫁的是周世坤，我們現在會這麼慘嗎？周氏集團資產上百億，比我們強10倍。蘇沐雪臉色蒼白，周世坤50多歲了，還離過3次婚，那也比這個廢物強。林淑芬指着齊雲鼻子罵：3年了，除了洗衣做飯，還會什麼？連個工作都沒有。齊雲默默蹲下收拾碎碗片，忽然開口：沐雪，公司缺多少資金，關你什麼事？蘇沐雪冷笑：5億，你有嗎？5塊錢還差不多。齊雲點點頭，沒再說話。深夜，等所有人都睡下後，齊雲來到別墅後院的雜物間，推開一堆舊家具，牆上露出一個隱蔽的保險箱。指紋識別後，保險箱無聲劃開，裏面赫然放着幾份文件、一部衛星電話和一張黑色銀行卡。齊雲拿起電話撥通：老陳，明天以雲端資本名義接觸蘇氏集團，注資5億，不10億，條件只有一個，蘇沐雪必須繼續擔任 CEO。掛斷電話，他摩挲着銀行卡，輕聲自語：老爺子，我答應過你要保護好蘇家，現在是時候了。第二天，蘇氏集團再次召開緊急會議。蘇總，好消息！財務總監激動地衝進會議室，雲端資本願意投資我們10億。什麼？蘇沐雪震驚地站起。亞洲最大的投資集團雲端資本，他們怎麼會注意到我們？更奇怪的是，財務總監遞過合同，他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必須繼續擔任 CEO。高管們面面相覷，這條件也太優厚了，會不會有什麼陷阱？有人小聲問。正當大家議論紛紛時，會議室大門再次被推開，齊雲拎着2個保溫盒走了進來。沐雪，我給你帶了午飯。他微笑着走到妻子身邊，還有各位也準備了工作餐。你，蘇沐雪氣得發抖，沒看見我們在談重要事情嗎？市場部經理譏諷道。齊大廚，雲端資本知道嗎？說了你也不懂。齊雲眨眨眼，雲端資本略有耳聞。呵，財務總監冷笑，人家隨便一個經理都是哈佛 MBA， 掌控上千億資金，你這種家庭主婦，怕是連人家前台都見不到。齊雲不置可否，將餐盒一一分發給眾人，趁熱吃吧。蘇沐雪剛要發火，手機突然響了，接完電話，他臉色變得古怪。雲端資本的陳總要親自來簽約，馬上就到。20分鐘後，一位西裝筆挺的中年男子帶着團隊抵達，所有蘇氏高管都恭敬地站在門口迎接。陳總大駕光臨，彭生輝啊！蘇沐雪上前握手，
陳志明，雲端資本 CEO，亞洲金融界赫赫有名的大佬，卻略顯緊張地環顧四周。當看到站在角落的齊雲時，他明顯鬆了口氣。簽約儀式上，陳志明表現得異常謙遜，甚至有些拘謹。當蘇木雪遞上合同時，他的手竟然微微發抖。陳總不舒服嗎？蘇木雪關切地問。沒有。陳志明擦了擦汗，眼角餘光不斷瞟向正在收拾餐盒的齊雲。簽約完畢，陳志明婉拒了慶功宴，匆匆離開。臨走前，他神似鬼似地走到齊雲面前，深深鞠了一躬。你保重。所有人都驚呆了。陳總認識我丈夫？蘇木雪難以置信地問。陳志明臉色大變，不認識。說完，逃也似地走了。蘇木雪狐疑地看向齊雲，怎麼回事？齊雲聳聳肩，可能認錯人了吧。接下來幾天，奇怪的事情接連發生。先是周氏集團突然宣布放棄對蘇氏的所有打壓，接着銀行主動延長了貸款期限，連一直刁難蘇氏的政府官員都態度大變。在商業晚宴上，最詭異的是，東海市首富王健林在一次商業晚宴上，竟然主動向齊雲敬酒，態度恭敬得如同面對長輩。木雪，你老公什麼來頭？閨蜜偷偷問道。王首富見了他跟見了得似的，他能有什麼來頭？蘇木雪嘴上這麼說，心裏卻掀起了驚濤駭浪。當晚回家，他破天荒地主動找齊雲談話。你到底是誰？蘇木雪直視丈夫的眼睛，別告訴我你只是個普通人。齊雲沉默片刻，輕聲道：我是你丈夫，蘇家的女婿。那為什麼陳志明、王健林那些大佬對你那麼恭敬？可能我長得像某個大人物。蘇木雪氣得摔門而去。危機解除後，蘇氏集團業務蒸蒸日上。1個月後，東海市舉辦年度商業峰會，所有豪門都會出席。聽說雲端資本的幕後老闆雲先生也會來，消息靈通的員工興奮地議論，這位神秘大佬從不公開露面，這次破天荒出席，據說要宣布重大投資計劃。蘇木雪精心打扮，準備參加峰會。臨出門，他看見齊雲穿着常服坐在沙發上看電視。你不去？他下意識問道。齊雲笑了笑，我又不是商界人士。蘇木雪自嘲地搖搖頭，居然會問這種蠢問題。峰會現場名流雲集，當主持人宣布有請雲端資本創始人雲先生時，全場燈光熄滅，一束追光打在入口處，大門緩緩打開，一個修長的身影逆光而立。當那人走入燈光下時，蘇木雪手中的酒杯啪嗒掉在地上。齊雲，全場嘩然。那個穿着手工定製西裝、氣場全開的男人，赫然是蘇家那個廢物女婿齊雲。不，現在應該稱他為雲先生。從容地走上主席台，目光掃過木燈口外的眾人，最後停留在面無血色的蘇木雪身上。諸位好，我是齊雲，也是你們口中的雲先生。他的聲音沉穩有力。今天我要宣布，雲端資本將投資100億，與蘇氏集團共同開發東海新區項目，而我的妻子蘇木雪將擔任這個項目的總負責人。現場炸開了鍋，蘇木雪雙腿發軟，幾乎站不穩。她想起這3年來對丈夫的種種羞辱，恨不能找個地縫鑽進去。演講結束後，齊雲徑直走向妻子所到之處，人群自動分開一條路。那些曾經嘲笑過他的人，此刻都低着頭，不敢與他對視。對不起，蘇木雪淚流滿面。齊雲溫柔地拭去他的淚水。老爺子對我有救命之恩。我答應過他，會守護蘇家，也會守護你。原來10年前齊雲家族遭遇變故，是蘇老爺子救了他，並資助他出國。後來齊雲白手起家創立雲端資本，卻始終銘記恩情。老爺子臨終前唯一的心願，就是希望他能照顧自己最疼愛的孫女。後來齊雲白手起家創立雲端資本，卻始終銘記恩情。老爺子臨終前唯一的心願，就是希望他能照顧自己最疼愛的孫女。所以你是因為報恩才娶我。蘇木雪心如刀割，齊雲輕輕將她擁入懷中。一開始時，但現在他在妻子耳邊低語：我愛上你了，傻瓜。商業峰會結束後，蘇家別墅燈火通明，林淑芬圍着齊雲轉來轉去，臉上堆滿淺微的笑容。賢婿啊，媽早就看出你不是一般人，這3年來委屈你了。木雪那丫頭不懂事，你別往心裏去。齊雲端坐在沙發上，神色平靜。媽，你言重了。哎呀，叫什麼嘛？多見外。林淑芬搓着手，叫淑芬就行。不對，叫小林也可以。蘇木雪站在樓梯口，看着母親卑躬屈膝的樣子，胃裏一陣翻騰。更讓她難受的是，這3年來她對齊雲的種種羞辱，
齊雲，他鼓起勇氣走上前，我們能談談嗎？書房裏，蘇木雪雙手緊握，指節發白。為什麼？他聲音顫抖。為什麼要隱瞞身份？看我像個傻子一樣嘲笑你，很有趣嗎？齊雲輕嘆一聲，從懷中取出一張泛黃的照片。照片上，年輕的蘇老爺子摟着10幾歲的齊雲，笑容慈祥。10年前，我家族遭人陷害，父母雙亡，是老爺子收留了我，送我出國留學。齊雲指尖輕撫照片，他臨終前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蘇木雪眼眶濕潤，所以爺爺讓你，我答應他會守護蘇家，守護你。齊雲目光深邃，但我不想用金錢和權力綁架你。如果你真的愛上別人，我會放手。蘇木雪心臟猛地一縮，他突然想起這3年來，每次他加班到深夜，桌上總有一碗熱湯；每次他感冒發燒，總有人徹夜照顧；每次他被商業對手刁難，問題總會莫名其妙解決。那些都是你。齊雲微微一笑，沒有回答。他站起身，不早了，休息吧。明天周世坤肯定會有所動作，我們需要做好準備。正如齊雲所料，第二天周氏集團突然宣布收購蘇氏15%的流通股，同時媒體爆出蘇氏集團財務造假的謠言，股價應聲大跌。蘇木雪緊急召開董事會，卻見齊雲帶着一個陌生男子走了進來，介紹一下，這位是唐律師。齊雲淡定地說，他剛發現一些有趣的東西。唐律師打開筆記本電腦，周世坤通過空殼公司操縱股市，這是證據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調出一段行車記錄儀視頻，3年前蘇老爺子的車禍不是意外。視頻中，一輛黑色轎車故意變道撞擊蘇老爺子的車，車牌清晰可見，是周世坤的私人座駕。蘇木雪面無血色，爺爺是被謀殺。不僅如此，齊雲眼神冰冷，當年陷害我父母的也是周世坤，他一直在尋找我家族失傳的龍璽，一件價值連城的古董。一切突然明朗，周世坤打壓蘇氏，逼婚蘇木雪，都是為了找到與齊雲有關的線索。我要他血債血償。蘇木雪咬牙切齒，齊雲按住他顫抖的手，交給我。接下來的日子，東海商界風起雲湧，雲癲資本突然全面收購周氏股票，同時爆出周世坤偷稅漏稅、行賄官員的鐵證。更致命的是，周氏核心技術的源代碼被公開在網上，股價一瀉千里。周世坤狗急跳牆，派人綁架了蘇木雪。齊雲電話裏，周世坤歇斯底里，想要你老婆活命，就拿龍璽來換。齊雲站在辦公室落地窗前，俯瞰城市夜景，聲音冷靜得可怕。周世坤，你犯了個致命錯誤，少廢話，明天中午嘅碼頭見。咁報警拋就死。電話掛斷，齊雲一拳砸碎鋼化玻璃，鮮血順着手掌滴落。他撥通一個號碼，啟動屠龍計劃。次日中午嘅碼頭，齊雲正拿着一個木箱，尋找着蘇木雪的身影。周世坤壓着被綁的蘇木雪，警惕地環顧四周。齊雲，我知道你來了。出來。陰影中，齊雲緩步走出，手中捧着一個古樸的木盒，龍璽在這裏。他打開盒子，露出一方晶瑩剔透的玉璽，放了它。周世坤眼中閃過貪婪，วิ่過來。齊雲冷笑：你先放人。周世坤一把推開蘇木雪，滾吧。蘇木雪踉蹌着跑向齊雲，卻被周世坤突然掏出的槍指住後背，哈哈哈，蠢貨！你以為我真會放過你們？槍響瞬間，齊雲如鬼魅般閃到蘇木雪身前，血花從他肩膀綻開。齊雲，蘇木雪尖叫。就在周世坤要開第二槍時，數十名特警從四面八方湧出，放下武器，你被包圍了。周世坤面如死灰，整個碼頭早已被警方控制，而這一切都被現場直播，全國觀眾都看到了他的罪行。醫院病房裏，蘇木雪小心翼翼地為齊雲更換紗布。當他捲起袖子時，他突然看到他手腕上的一道陳年傷疤。這個疤，他呼吸一滯，難道是？齊雲想縮回手，卻被他緊緊抓住。12年前，蘇家後院的游泳池，蘇木雪聲音顫抖：那個救了我的男孩是你。那年夏天，10歲的蘇木雪不慎落水，是一個來蘇家做客的男孩跳下去救了他，手臂被池邊的玻璃劃出深深的口子。齊雲默認了，為什麼不早說？淚水模糊了蘇木雪的視線，不重要了。齊雲柔聲道：重要。蘇木雪撲進他懷裏，這3年我那樣對你，你卻……齊雲輕撫他的長髮，我說過會守護你。蘇木雪抬頭吻上了他的唇。3個月後，周世坤因謀殺、綁架、經濟犯罪等數罪併發，
被判無期徒刑。周氏集團破產清算，被雲端資本收購重組。蘇氏集團在齊雲的支持下，一躍成為行業龍頭。而最讓東海市津津樂道的是齊雲與蘇木雪那場世紀婚禮。婚禮當天，齊雲將龍璽作為聘禮送給蘇家。原來這不僅是價值連城的古董，更是齊雲家族的信物，象徵着他毫無保留的信任與愛。各位觀眾，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，真龍終有飛天日，不可小覷任何人。齊雲隱忍3年，只為兌現對恩人的承諾，而蘇木雪最終也明白，真正的愛情與金錢地位無關。最後，請允許我用齊雲在婚禮上說的一句話結束這個故事：世間最好的偽裝不是隱藏實力，而是以愛之名甘願平凡。讚好收藏，避免下次有推薦你揾唔到。敢唔敢長按讚好3秒支持創作？